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5号。這一期咱們聊一聊高考。馬上千萬學子就要奔赴考場，參加人生一生中一場重要的戰役，就是高考。那我們今天就來聊一聊高考。從高考這個變化看經濟形勢，這個是相輔相成的。2026年全國高考報名人數出爐。全國共有1290萬人報名參加高考，比2025年1342萬人減少45萬人，降幅約3.4%。繼2025年高考報名人數首次出現下降後，高考人數已連續2年回落，從2018年975萬人到2024年的1342萬人，這個高考人數是連續多年攀升，創下歷史新高。但是2025年、2026年這2年連續高考人數在下降，而且今年下降的顯然速度更快了，一下少了45萬人。所以說高考人數巨減。那我們從這個信號中能看到什麼現象？所以這就是我們今天要聊的，高考人數下降意味着什麼？這個財經網6月5號看到一篇報道，叫高考報名人數2年連降背後，各省錄取難易將洗牌。這個我們重點不是關注哪個省好考，哪個省不好考，我們重點是關注高考人數下降意味着什麼。2020年全国高考將於6月7日開考，也就是後天。2025年高考報名人數達到了最高的1335萬呢，是高考報名人數連續7年明顯上漲後首次回落。那麼財經網他說，為什麼高考報名人數連續2年下降呢？中國教育發展戰略學會學術委員陳志文分析指出，一是相對生源增長下滑，目前高考報名人數統計包含普高畢業生，也就是傳統的高考和中職畢業生職教高考2大群體。2023年普高與中職招生合計較2022年減少約10萬人。其次，高考命題向反固化、反刷題改革，復讀人數普遍出現不同程度下降。此外，公立學校不招復讀生，也是導致復讀生人數下降的原因之一。參加職教高考的報名人數也出現下降，背後則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帶來的學歷標籤價值的下降。大學畢業也未必有一個體面工作，於是一些中職學生選擇了就業，而不是繼續升學。財新網他說，雖然高考報名人數連近2年呈下降趨勢，但有研究顯示，未來10年內全國高等教育學齡人口將按先升後降的趨勢發展，也就18歲到22歲，高等教育資源將面臨着短期相對不足和長期可能過剩的挑戰。2025年至2034年，學齡人口將從7940萬穩步攀升至9127萬人，年均增長2.4%。此後，這一增長勢頭將急劇扭轉。2035年至2040年，學齡人口將在5年內驟降31%，年均減少550萬人。也就是實際上，這個高考人數和18年前的新生兒出生人口息息相關。18年前，這個新生兒人口斷崖式下降，那麼18年以後，這高考人數就下降，這個沒什麼好說的。2025年新生兒人口是斷崖式下跌，只有790萬。那麼18年以後，這個高考是什麼個狀況，大家都不用看，是吧？想一想就知道了。所以新生兒人口下降，不僅影響這個幼兒園、小學、初中、高中，勢必會影響大學。那現在這個大學高考人數下降，實際上反映的是18年前新生兒的一個變化。當然了，這中間也有其他的一些变化，比如說復讀生的減少，什麼反刷題，什麼命題反固化等等，這些都是細枝末節。所以我們要分析2025年、2026年這2年高考人數下降，而且下降的速度還越來越快，所以我们就要看18年前。对，這當然這是個大概的數，有的人是6歲上學，有的人還真是7歲上的，有的人是5歲多上的。這個有點區別，但是這個不大。有人上學中間休學了，後來又來上，所以他的年齡就不一定是那麼準。但這些都是細枝末節，
不影響主流。所以我們看2026年的這個高考生，他應該是2008年出生的。那我們2008年新生兒是1604萬，2025年參加高考的應該是2007年出生的1591萬，2024年參加高考的是2006年出生的，是1581万。也就是你看，我們要分析2024、2025、2026年這3年的高考人数变化。2024年達到頂峰，25年就下降了，少了10幾萬，26年少了40多萬，45萬。但是你看，相对應的25年的新生兒是1612万，2006年的新生兒是1581万，2007年是1591万，2008年是1604万。所以你這麼看，這個從2006年算起，1581萬、1591萬、1604萬，也就是這3年新生兒是在穩步上漲，对吧？漲幅不大，每年多個10幾萬，這沒毛病吧？但是高考人數從24年到頂峰之後，25年下降10幾萬，26年下降40多萬，這個跟新生兒的上升是不是成了一個相悖？理論上24年這個高考人數25年會比24年多，26年比25年多，但事實上反過來了，所以這個問題就在這兒，你找什麼借口都沒用。這反映一個什麼事？那麼2029年新生兒是1587萬，2010年是1588萬，也就是09年、10年新生兒比這個08年少了10幾萬，不到20萬。那麼意味着明年後年參加高考的恐怕就要少50万甚至100萬，也就是我們会預知，我們推測明年後年参加高考的人数，高考報名人数会少接近80、90萬甚至100萬，嚴重的我們這只是估算，那肯定因為從26年開始就加速下跌報考人數，所以我們要找到為什麼會高考人數會加速下跌。我又找了一下過去3年高考報名人数和錄取率，2023年報名是1291萬，錄取1042万，錄取率是81%。2024年報名是1342万，就是這幾年最高點，錄取1100萬，錄取率是82%。2025年報名是1335萬，比最高點少了7萬了，錄取人數它沒有公布，但是錄取率應該在80%以上。所以我簡單的算了一下，2003年、2004年、2005年、2006年這4年新生兒一共是6375万人，這4年生了這麼多小孩，這些小孩分別18年以後都要報考，就對應的18年以後高考人数和錄取人数，那麼就是2021年、2022年、2023年、2024年這4年的高考人数加到一起是4904万，錄取了多少？錄取了158萬。也就是說，簡單點說，就是2003、04、05、06這4年一共生了6375個新生兒，18年以後4158万人被考上大學，那大概就还有2200万人沒有上大學，這個比率大概是2/3上大學，1/3沒上。我給大家算的大概的數，也就是你2003年生的孩子，2004年、2025、2005、2006這4年生的孩子，大概2/3的人已經上了大學本科，1/3的人沒上，這些人上了職高，上了技校，有的小學畢業就出去闖蕩，有的是初中畢業，只有1/3人沒上，2/3的人上了大學。也不管你是什麼途徑上的，反正我們是這麼一算，有的人恐怕是复讀，有的人是先上職高，後来又去上大學，不管，總之最后2/3的人上了大學，所以這個就是個大數，我們腦子裡要有這個印象。2003年開始，3個孩子只有2個孩子會上大學，有1個孩子上不了大學。不管你是上了輔導班還是沒上輔導班，不管你是生在甘肅的農村還是在上海，這就是個大概的一個比例。那好了，那為什麼現在參加高考的人少了？新生兒並沒有明顯的下降，新生兒還在上漲，但是高考人數少了。所以這裡面有2個，一個就是各個地方搞這種分流。什麼叫分流？你比如北京，你初中上完，一波人就上一半的人，50%上职高去了，不让你上高中，一半的人上高中，那上了高中的最後大概就上大学，這叫分流。當然各個地方政策不一樣，這種分流導致高考的報名人數也會下降。
那一般人你沒資格參加高考。當然了，有些人通過職高，慢慢的又去參加高考，又回到高考隊伍。但是這一分流，很多人自然他就沒有辦法去高考了，這是一種。還有一種什麼呢？還有一種，因為我們每年的高考人數裡面混雜着大量的補習生。第一年他考上了一個大專，人家第二年对吧再刷題，刷一年題，第二年考一個本科。還有人是上個二本，分数達到了二本，他也不去，接着去補習刷題，要刷個一本。有的人還刷2年，甚至有人刷3年。所以說导致你的高考的報名人数不一定是当年应届的。所以这樣就是有的，我记得嚴重的，我上高中的時候，我們應屆班只有4個班，4個班，一個班大概50多人，我的印象中記得不太清楚了，一個班只有50多人，4個班也就200多人應屆的。但是那個補習班，我們的學校補習班是8個班，每個班80到100人，那教室塞得滿滿的。那時候補習的人是那個應屆班的好幾倍，有的人補1年，有的補2年，有的人補5年的。所以說來說去，今年高考人數這種大幅度的下降，實際上說明2個問題。基本上一個就是各個地方政策導致的，很多孩子上職高去了，不管他是被迫的還是願意的。還有人复读的少了，你高考的報名人数就少。只有这2個才能解釋為什麼你新生兒在18年前是增長的，結果18年以後高考的人還少了。那這個說明什麼問題呢？就比較簡單了，說白了就是現在高考文憑的作用在下降。為什麼人們都不願意去補習了？因為你再多花2年時間或者1年時間，你就是考一個一本，你出來也是送外賣，也是找不到工作，那既然能上2本，那就上了。也就是去年很多人考了個2本，本來的不心甘情願，覺得自己再努力一把，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能考個1本。但後來家長就覺得沒必要了，你耽誤那1年幹啥呢？你這1年去送外賣，好能賺10萬，差能賺7、8萬。你這1年又補習又花錢，一般不花錢嗎？不一般花錢還挺不少，對不對？完了家裡人還在那租房子，這1年下來你還得搭10萬。你如果這1年出來，提前1年出來送外賣，你不僅不搭這10萬，你還賺10萬，這2項一差就差20萬，這家長都明白了，對不对？就2本，那1本也就那麼回事，所以不讓孩子再去复读了，大量的复读的你就算了，上去。很多家長一看到隔壁的那小王，那个村的小李，我同事家的孩子小張，那畢業之後找不到工作，在家躺着啃老，對應的咱們這個新聞一定要連在一起看。2024年多少大學生畢業？1200萬，25年是1220萬吧，今年是1270萬。這些大學畢業生都沒找到工作，有的假裝在考公務員，有的假裝在考研。實際上又浪費時間，又浪費2年，又浪費家裡錢，在那兒假裝考，實際上也考不上。你本來就叫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嘛，你本來的公務員才招1個，你800人跑去報名，你考研也是暫時的延緩找工作，4年以後或者3年以後你一樣的找不到工作。研究生以為就好找是嗎？也找不到。隔壁家老王他們女兒研究生畢業找不到工作，男朋友還談不了。所以這個也是焦慮，所以大家都看到身邊那麼多，以前都是傳說是吧？現在都是在身邊發生的。誰家孩子上了大學，現在在家天天啃老，把老頭老太太氣得要死，讓他出去找工作他找不着，幸好沒找着。如果找到工作，那老頭老太太補貼更多。為什麼？找個3000的工作，完了之後在外面租房要2000，完了吃喝的點外賣，完了要打車，一個月花6000，工資在3000多，就這工作還不穩定，完了這個老太太還貼的更多。有的老太太算了，說你還回來我養你嗎？我養你不用租房，也就是多添雙筷子。完了還有個人好歹幹點活是吧？掃地出去買個菜叫什麼？全職兒女嗎？這樣發現成本還更低，網也不用再交錢，對不對？網大家共用一個網，你不用交寬帶費，還省不少錢，對不對？你要出去找工作，你這完了，老頭老太太還得一個月搭你3000塊，也把你養在家裡還花不了3000。所以老頭老太太一看算了吧，你就當全職兒女。所以說你看，也就是身邊這樣的例子是比比皆是，越來越多的時候，這個家長已經對高考祛魅了，反正也找不到工作。現在網上不有個梗嗎？考不上的4天以後去送外賣，考上的是4年以後去送外賣，沒什麼區別。你4天以後就去送外賣，人家上大學1年要花個5萬，這個4年下來20萬或者30萬。你這個4年就開始賺錢了，一年怎麼着掙5萬？
4年下來20萬掙到手，你这里外一算又是50-60萬的差距啊！所以很多家長就對高考祛魅了，不再逼孩子非得怎麼樣。這是我認為的，這為什麼高考人數斷崖式下跌的原因。而且我可以肯定，明年後年會人數下降的會更快。我們在回憶去年的新聞，去年有很多民辦大學不是招不滿大學生嗎？招不滿，也就是我記得廣東湛江一個什麼科技學院是吧？只要你有高考成績，你就能去上學，也是本科2本，對不對？畢業給你發教育部認可的這個文憑呢，不是鬧着玩的，是本科的文憑2本。它的錄取是你只要有高考成績就能去，也就是你參加了高考。這個說明什麼？這說明去年不是很多大學的降檔錄取嗎？降一次錄不滿。降第2次、降第3次都還沒錄滿，這個說明什麼？說明不是沒有大學可上，是有大學能上的，就大家都能上，只不過是沒有好大學可上。很多人想上1本，想上211，想上這種好的大學，所以很多民辦大學、很多一般普通的2本，它招不滿學生。今年很多大學招生都是個問題。我們再算個數，今年大學畢業是1270萬。也就這麼多空位置空出來了，學校按理來說今年的高考考生正好就填這麼多人進去，結果你說今年報考的一共才多少人？今年報考的是1290萬，今年畢業的是1270萬，也就是基本上今年你只要考試就能上大學，這個賬大家能說明白嗎？這裡面還有很多人要，畢竟還有人要去復讀，準備明年考個211、985的，所以你想想1290人裡面。1290萬人裡面，畢竟還有一些人肯定對自己成績不滿意，認為自己是發揮失誤，沒有考出正常水平，所以我要再補1年，這樣是有的，對不對？那這麼一看，我覺得今年又有很多大學招不滿了，你送出去1270萬人，你贏不進來1270萬人，現在考試報名的才1290萬呢。所以說，大學縮編萎縮時代已經來臨。這比我們想象的來得快，來得早。本來還以為要等到18年以後，也就是那個2025年新生兒790萬斷崖式下跌之後，不是你好歹要傳18年以後的這幫孩子才上大學，但是等不及了。現在這大學就開始，今年我們要看到很多的新聞，都是說大學招不滿學生。我們會看到，甚至211大學要降檔錄取。你211大學，你很多那個專業也很垃圾，你去上了有什麼用？不是211、985就有好工作，所以。211、985有很多冷門專業，估計招不到人，有的降檔。那至于2本那些亂七八糟學校，那肯定更得降檔，招不滿。所以當所有的家長還有考生一致性的對高考祛魅之後，必然的一個結果，那也就是從此高考行情的急轉直下。歸根結底就是文憑它沒有用，它不香了，它不值錢。這東西現在家長看明白了，這玩意就是花錢，花完錢之後它不一定有回報，那我為什麼還在裡面砸錢？所以這會導致個什麼結果？首先第一個，學區房馬上就要崩塌，所以說很多家長這個時候千萬不要再去碰學區房了，真的是很傻。這個形勢已經看出來了，你再花這個學區房的溢價幾百萬，那房子本來就值100萬，因為它是學區房，所以它就變成150萬或者200萬，那50萬或者100萬就是溢價。學區房的溢價，現在這個溢價馬上就沒有了，我也不能說全部沒有，它就本來是溢價100萬的，現在恐怕只能溢價30萬了，因為所有的家長對高考這個已經祛魅了，覺得無所謂。我們家孩子也考不上清華，也考不上北大，我也就放棄。我為什麼非要砸很多錢給他上輔導班，收拾他？我自己還借錢，對不對？我本來賺錢就很難，我要省吃儉用，完了讓他上輔導班，完了想他也考不上清华北大。很多家長他就会想明白了，算了吧，別為難孩子。你看隔壁那老王的孩子，青島大學畢業的，在家待着，是不是這個道理？就越來越多人他祛魅的，他就看到身邊都是這樣的人。還有人家孩子是北大畢業送外賣，那你說你北大畢業送外賣，那難道你比那個什麼2本畢業的送外賣送得快一點嗎？知識就是力量，難道讓你還能跑得快是嗎？所以說，家長現在從現在的角度形勢來看，很多家長已經對高考祛魅了，祛魅就會導致大家一致在拋棄這些，拿腳投票，那就導致跟高考、跟學區房相關的資產都會縮水。高考產業鏈，大家記住了，所有高考產業鏈都會萎縮。比如說什麼輔導班、補習班、家教、高校的老師，反正跟這有關的，統統在未來從今年開始就要準備過苦日子。
這個不是危言聳聽，因為從高考人數已經反映出這個問題。我作為老的大學生，上个世紀90年代的大學生，我對這個是最有發言權的，最清楚不過的，因為從農村出來的。我上初中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我們的班主任老師天天在課堂上講什麼的，因為都是農村孩子，農村的小學、中學，那老師講的就是什麼，根本不是什麼考大學，是讓你考中專。我那班主任天天在課堂上就講，說你們學習好的一定要考中專，因為你初三一考上中專，中專還是4年，人家在上高中，你中專，人家高考，你中專已經畢業了，馬上就拿工資了。那個時候中專一畢業就工作，什麼糧校、什麼師範、什麼農校，還什麼鐵路啊，還什麼銀行，很多都是中專，初三就可以考。我們那個年代啊，學習最好的都是考中專，為什麼呢？因為你中專讀3年，你就畢業了，你就拿工資了，國家你就是穿皮鞋的，不穿草鞋了。農民是穿布鞋，城鎮職工是穿皮鞋。你中考考上了，你就穿皮鞋，你就是城鎮職工，是非農戶口，你已經從農民身份就變成城市人口了，明白了？所以說那個時候就學習最好的是考中專，而且快車道出來就拿工資就能補貼家裡人了，你一個月50塊錢、80塊錢一個月。那個時候你其他人上高中了，你還上了3年，你不一定考得上，你以為你上了高中你能考上大學？那個時候大學錄取率還5%，也就是一個班本科能錄取能考上10個人，你那個班就非常牛，能考上10個本科的，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考不上，就接着復讀。為什麼？那時候考上大學一樣的，也就是穿皮鞋和穿草鞋的區別。你考上大學了，你就不是農民了，你怎麼着都是城裡人。上個世紀90年代這種概念，我記得我們那屆整個錄取好像60-70萬，我記得不太清楚，全國本科就60萬還是70萬，還是幾十萬。你考上了你就穿皮鞋的，考不上你回家穿草鞋接着幹活。所以說那個時候就玩命考大學，哎，感覺考上就後半輩子就有指望了，人生就不一樣了。那個時候就是看誰家的孩子多厲害，考上大學了。但是現在30年一過，現在反過來了。現在大家見面聊着，你看誰家孩子考上大學了，在家待着；誰家的孩子考上211，現在在送外賣。你看誰家孩子現在小子當年學習多好，考了一個什麼985，找了個媳婦，沒彩禮湊不齊，也沒工作。現在都是這種消息，互相見面都聊這個，所以說家長包括孩子更這樣，孩子高考考完之後找不到工作，他更迷茫，他不知道人生該幹什麼，未來在哪裡。所以現在很多，我看最近有媒體報道，很多職高反而很火，也就是現在你不管你考什麼985、211，還是1本、2本，還是大專，還是中專，最終是看就業。就你考哪個學校什麼專業，你出來能有工作，那不好意思，你分就高，你那個學校你考就難。你比如最近我看網上一個報道，昌平一個職校真邪了門了，這個職校幹啥的我也不知道。北京昌平職業學校叫昌平職校，說好多家長跑去排隊報名，提前3天去排隊，24小時。為什麼一個職校這麼火呢？這個就道出了家長的這個心聲了。有的覺得自己孩子反正也考不上大學，不是學習那個料，不如早點去職校學個專業，學個技術。有的是因為孩子在北京，他沒有辦法，他在北京參加不了高考，他只能回老家參加高考，但是回老家他們家裡他也沒法去回老家，所以沒辦法，那只能在那兒上職高。還有其他原因，最主要的原因是人家家長經過叫定位，人家清晰的知道自己孩子未來能幹成啥，在這職校一上完出去就能找到工作，有份工作就行了，別再去大學那湊那個熱鬧去了。2026年5月10號，北京市昌平職業學校開始自主招生能力測試，大量家長和學生很早就在學校門口排起長龍，甚至不少人提前1天，就5月9號晚就開始排隊，徹夜未眠。社交平台上流傳的照片顯示，夜雨過後，家長們輪流在停車場搭建帳篷裡休息，隊伍一度延伸至校門外，場面堪比當年搶學區房。一位家長描述說，凌晨4點衝到學校門口時，發現前一天中午就有人開始排隊，學校臨時發號，幾百位家長已經守了一個通宵。他原本參考2025年信息，沒想到2026年火爆程度遠超預期。昌平職校2026年自主招生計劃800人，報名人數超過5000人，錄取率不到16%。你看看，反而比本科考試比那個高考還難。今年高考你1290萬人參加，反正那邊對應的少了1270萬，一個蘿蔔一個坑還不夠呢，還填不滿。
你說這個職校居然這麼火，一共招800個人，5000人跑去報名，這職業學校為什麼呢？你看道理很簡單，說熱門專業競爭尤其激烈，如新能源汽車專業30個名額，有500-600人搶報。這不光是昌平職校、朝陽職校、海淀衛校也出現類似火爆場面，當天或次日即錄滿。也就是你看這麼一看，發現職校比高考還難呢。原因很簡單，叫就業確定性高。昌平職校畢業生就業率98%，也就是那個學校孩子一畢業就有人要，就業率是98%，對口就業率是95%，基本上你學什麼你就去幹什麼。許多專業直通國企，奧妙在這兒，他那個班一畢業就去國企，如國家電網、智能製造、生物醫藥等，被家長戲稱為職校裡的985。3+2中高職貫通培養模式，讓孩子能提前鎖定升學與就業路徑。當前就業形勢下，家長更現實，不再盲目追求普通高中升學，而是尊重孩子興趣和實際能力。部分高分學生，如人大附、清华附校學生，主動選擇職校，多的就不說了。說白了就是什麼學校火，它對應的是背後的就業。如果他就業火，他那個學校就火；如果那個專業就業火，他那個专業就火，就這麼簡单。所以說，管你是上985還是211，還是二本，還是大專，還是職高，只要能就業的，那就是好學校。所以說，從前年開始是吧？很多学校以前都是二本，他根本以前沒人填，沒人去關注。結果就因為他就業好，他一畢業他就去鐵路，有的一畢業就去烟草，好了嗎？那学校比985還難考。很多這樣的學校，大家恐怕看過報道，以前都沒人問津，結果就因為他一畢業之後，他就去當警察，是吧？有這樣的学校，結果人家比什麼211還難考，那分兒還高，但那學校不是211，所以就業嘛，所以說来说去就是就業。現在就業不行了。所以高校文凭它就祛魅了。所以我們今天聊高考，從今年開始報名人數急劇下降，今年只是開始，去年是刚降，就降了7萬，那個顯示還不太厲害。那今年降45萬，就明確了去年那個就是個拐點。那明年後年就會加速下滑，報考的高考人數，實際上這已經說明問題，說明家長和考生的心態都在發生變化。那麼一旦這個變化趨同性，就大家都這麼想的時候，災難就來了。我們過去幾十年，我們大量的花費是在教育上面，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認可這個事情。一個不管好的家庭還是差的家庭，他都勒緊褲腰帶，都想辦法攒錢給孩子上學，就想考個好學校。但這一切就在去年戛然而止，這是常年累積的這種教育跟收益不成正比，這個教育錯配。辛辛苦苦讀了10幾年，人都讀傻了，考了個大學找不到工作。我們前2天節目介紹的一個2本的姑娘，家裡無權無勢，我估計她上大學沒少花錢，結果畢業之後就開始天天打電話，做小貸，做助貸，在什麼反正就是拉人貸款。他有什麼前途？這活兒要考大學幹什麼呢？不需要上大學的。但是像这樣人有多少？那工作和牛馬沒有區別，還游走在犯罪的邊緣，灰色地帶。所以一旦家長和考生形成了這樣一個共識，那麼大家在教育這塊也就沒有以前那麼執着了。以前為了教育，為了孩子可以不計回報，借錢也讓他讀，貸款也讓他讀，但是現在不好意思，沒有了。大家一定會量力而行，覺得孩子不是那個料，那我就不花這個錢了。所以一切跟教育相關的產業都要萎縮。所以早做準備，看看你那個行業跟教育有沒有關係。如果有關係的，一定會萎縮啊。我們只能說這一天它是提前來了，這本來應該還往後要延長多長時間？實際上，從幼兒園倒閉、小學合併已經看出端倪了。我們只是說大學是不是晚一點，是吧？因為畢竟大學受衝擊是最後一步，但是從目前來看，還是提前來到。所以我們得出個結論，這個結論誰都會得出。你未來過10年，這孩子根本不用參加高考，以後你就必須上大學，不上大學算犯法。9年制教育以後就是13年、16年制，对吧？高中3年，大學4年，7年加9年，是吧？那就是16年制以後不上不行，國家規定的。以後大量的高校合併，有的高校就直接就沒了，解散。
因为792萬的那一屆，今年人口出生率更下降，恐怕700萬都到不了。那你說700萬人，18年以後，700萬人對應的這個1300萬的這個大學這個學生，你怎麼對應？各個大學它能容納這麼多學生呢？結果你只有700萬人，怎麼辦？從非洲引進嗎？所以這些學校必然會合併解散，老師下崗，這一天比我們想象的來得早，來得更加猛烈。所以這個又是惡性循環，對經濟的衝擊那是非常嚴重的。以前我們省吃儉用，什麼錢都不花，但是孩子上學的錢你要花。現在是孩子上學的錢也可以省一省，那你想想，那你說消費能上得去嗎？怎麼刺激都沒用，教育產業化終於走到頭了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